大家好啊，歡迎又嚟到呢個不倒翁頻道。今日係2026年1月23日，第1848集。我哋今日嘅題材係小米急急回購股份，托住股價。嗱，今日嘅小米嘅股價咧就做得靚仔啲，但係咧琴日個股價就得人驚咯嚇，即係越跌就越深。咁所以啦，雷軍諗下諗下，喂唔掂喎，再咁搞落去嘅話，分分鐘小米冧檔都似喎。我係講緊個股價。咁啊，因為咧佢最近呢間公司咧都有啲麻煩嘢嘅，聽講最近咧小米汽車咧有2單嘅意外發生，不過佢咧就話唔關佢事啊，只不過咧就繼續調查，咁啊希望咧就係唔好聽網上啲人咧亂咁噏咁樣講，咁啊當然啊如果係冇事啊當然最好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佢嗰啲嘅手機方面咧都係受到咧係衝擊嘅，因為市場競爭越嚟越大，咁點樣大法咧？等陣間再同大家講。嗱。雷軍咧就話壓上10年嘅家底咧就要搞好呢一個電動車啦。咁而家咧唔知佢搞唔搞掂，不過咧首先而家今日要搞嘅咧就係將個股價托翻上去先。如果唔係嘅話，就對唔住啲股民咯。有啲可能好高價買入噶嘛。好啦，所以咧喺呢度咧，希望大家繼續俾個 like，繼續支持我呢個頻道，幫手睇下廣告。咁我哋而家正式開始講一講呢一個今日嘅題材啦。時間真係過得好快脆啊！睇住呢個1月份呢，呢度一格一格咁樣，日日都填滿啲嘅話呢，原來咁快呢又去到呢差唔多尾聲咯喎。下個星期仲有一個星期，咁呢一個2026年嘅1月呢就要講拜拜噶啦。好啦，今日嘅深證同上證呢做得幾好啊，超過3萬億元嘅成交金額，咁啊算係非常之唔錯啦。我哋香港呢邊呢都唔錯喎，最終呢3盤兩勝嘅話呢，都係好有勁啲啊，因為呢。連續都升翻3日啊，不過連續升3日啫，因為咧有星期一咧就大跌得比較緊要啲，所以咧成個星期嚟睇嘅話咧，其實係要跌嘅，不過跌嘅幅度咧就好濕碎嘅啫，跌咗97點啫嘛。好，恒生指數咧收市報26,749點，咁啊升咗119點，今日嘅成交金額就係2408億啦。好。嗱，我哋睇埋咧呢度呢4個星期嚟睇嘅話咧，其實咧升就大大升嘅，跌咧就少少跌嘅啫。所以咧2026年嘅1月份咧，其實就唔係好差嘅啫。大家咧都唔好冤枉佢啊，話呢個市場氣氛差，因為咧事實上咧係個股市咧係升緊嘅。琴日咧就講緊呢個美團啦，第1847集啦，就講緊美團個市值咧係蒸發咗近16000億，咁啊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啊咁啊當然有啲人就話。佢以前炒過咗龍，咁我係人都知佢炒過咗龍㗎啦。啊，只不過咧就係因為有 COVID-19 嘅時候，咁啊咁啱咧迎刃而上嘅話咧，就係佢呢一個啱啱好就可以送外賣咯。咁所以咪食正條水咯。就正如好似美股嘅輝瑞咁啫嘛。啱啱遇咗個疫情，佢有疫苗嘅話，咁佢咪發達咯。跟住咧呢一個事情過咗去之後咧，慢慢就落翻嚟。加上中國嘅經濟環境同埋結構性嘅問題咧，係而家咧都好難解決嘅，咁都唔知點算啊！嗱，不過咧啱啱幫手咧就睇一睇咧，就呢個美團咧而家手頭上最新數字就已經係半年前㗎啦，就而家手頭上嘅現金加埋呢個銀行結餘咧，就以人民幣嚟計就係1196億元，咁啊所以咧都唔叫做少嘅。如果要繼續燒銀紙係繼續同其他競爭對手對抗嘅話咧，都仲可以嘅。而且咧佢手頭上咧仲有2間公司嘅股票，一間咧就叫做貓眼娛樂，咁啊細間啲啦，另一間就大家聽過啦，就係理想汽車，咁啊都值錢㗎。如果將呢2間公司嘅股權賣咗佢嘅話咧，都可以攞翻成200-300億翻嚟㗎。咁啊到時落呢啲錢睇下點樣使得好啊。如果你而家唔賣嘅話，遲啲理想呢間公司嘅汽車嘅股價如果繼續跌落去嘅話，咁就冇咁多錢㗎咯喎。你都知啦，而家咧呢一個競爭嘅社會，真係好難搞嘅。千幾億喺手上邊嘅話咧，都唔係好好使嘅咋。好彩咧佢就唔派息嘅，咁咧就冇乜大件事嘅。嗱，不過咧中國有個結構性嘅問題咧，我一定要同大家講一講。其實咧幾日前咧已經有人講㗎啦，不過咧我就留到今日先至講。嗱，點解咧？因為中國嘅人口咧係連續跌咗4年㗎啦，而且咧個跌嘅幅度咧係非常之慘㗎。未來日子裏邊咧，唔好話美團啦，其實好多公司都會瀨嘢㗎。不過呢個現象咧係會慢慢咁樣出現嘅。根據呢一個國家統計局嘅公佈啦中國2025年全年中國嘅人口大概有14億500萬人口。嗱咁啊呢個咧準唔準確，我哋自己自行去判斷啦不過咧就已經係較2024年咧
個人口咧減少咗339萬，咁啊即係話死嘅人咧就多過出世嘅人啊，所以咧先至有咁嘅情況。而且咧呢個2025年嘅總人口嘅數量咧已經係連續第4年咧係下降㗎啦。咁啊下降嘅速度如果每年都以300萬咁樣嚟計嘅話，咁幾年之後就唔見千幾萬人口㗎啦。咁唔見千幾萬人口就好大鑊㗎啦。去年咧中國嘅出生率咧大概有792萬，咁啊10幾年之後咧，咁呢一批792萬咧就將會成為呢個高考嘅學生啦。咁但係呢一個問題咧就係出生率實在太低啦。而家嘅出生率咧大概咧得0.563%，我諗全球嚟講嘅話咧都算係非常之低嘅。不過我想同大家強調一樣嘢，人同動物咧基本上冇乜分別嘅，揾到食嘅生多幾件都冇所謂，揾唔到食嘅自己都搞唔掂嘅話，何來去揾食咧？係咪先？何來去生 BB 咧？所以嗰個出生率低嘅話咧，某程度上咧可以反映到中國而家嗰個環境唔係咁好啦。尤其如果有啲人買咗樓供樓啊，供下樓，跟住又連份工都冇埋嘅時候咧，咁你話我仲夠唔夠膽生仔啊？梗係唔夠膽啦。好啦，所以咧意味着咧。呢一個中國未來裏邊咧，根本就唔能夠阻止由2022年開始嘅人口負增長。咁如果呢個負增長嘅情況係加劇嘅話咧，咁就大件事啦。尤其咧呢個生育率咧係跌到落去1949年以嚟有史以嚟嘅最低嘅紀錄啊。咁啊有學者指出仲誇張，佢話呢一個生育率嗰個數字可以咧同呢個清代乾隆3年所比啊。乾隆3年即係幾多年前啊？即係即係1738年啊。當時嘅水平咧，中國嘅人口都係得個1億5千萬人口，但係咧佢都可以生到700幾萬喎。咁而家我哋中國有成14億人口喎，差唔多係10倍，所以咧只係得個出生嘅新嘅人口數字只係得個792萬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鑊嘅事件。嗱，不過大家諗一諗啊，未來日子裏邊咧人口嘅供應咧已經少得咁緊要啦，跟住咧呢啲出世嘅人口咧，佢哋嗰種其他產品嘅需求咧就會越嚟越少啊。譬如 BB 嘅奶粉啦、BB 車啦、BB 尿片啦，跟住就係幼稚園啦、小學啦、中學啦、大學啦，呢啲咧全部都要縮減嘅。咁縮減嘅話咧，會累到有好大批嘅人咧係因為咁樣咧係冇咗份工作嘅。咁政府點樣可以加大力度令到呢個出生率再高啲咧？經濟好咪得咯，經濟唔好嘅話咁就好難講嘅。所以我朋友都講咗一句説話，佢話只要將呢一個阿里巴巴呢一個咁樣嘅 online 呢個 business 咧，全部取消晒，變咗做所有人咧都可以喺實體上咧買到嘢嘅話咧，經濟可能就會好啲喎。不過其實都好難翻轉頭㗎啦。加上咧而家嘅地攤運動咧，我覺得係冇講錯㗎。只有地攤運動嘅話咧，或者地攤生意嘅話咧，先至可以令到人們咧，先至可以繼續有一口飯食。咁有一口飯食嘅話咧，佢哋再慢慢累積翻啲財富嘅話咧，生活好咗啦，改善咗啦，到時咯再出世咧。即係嗰啲 BB 再生多啲咧，咁就冇問題。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呢一個情況繼續持續落去，中國嘅經濟咧，我相信都幾麻煩嘅。翻嚟睇下我哋今日嘅主角阿小米啦。小米咧幾日前先至啱啱咧拍個片嘅，不過今日咧無奈咧仲要繼續拍佢啦，因為咧佢有最新嘅消息出現啊嘛。其實如果要倒數翻去咧，譬如話喺呢個2025年嘅12月8日啦第1802集，大家可以翻去睇翻嘅。當時我已經講緊咧有2間公司咧不斷咧係回購公司嘅股份咧去穩定呢個價格。咁呢個騰訊就冇得講啦，因為騰訊咧嗰個大老闆咧就真係拿住好多股票嘅。如果你唔去回購股份嘅話咧，你係頂唔住嘅。佢一沽落嚟嘅話咧，騰訊就散晒㗎啦。咁小米咧點解要回購股份咧？因為佢股價唔生性咯。嗱，喺呢個第1802集裏邊咧，當時咧我睇到嘅數字咧，小米嗰陣時個股價係42個5毫8嘅。嗱，而且咧每日嘅成交金額咧都好犀利嘅，即係話咧好多人咧係炒賣呢一間公司小米嘅。不過小米最近咧嗰個回購活動咧，其實每日大概係攞1億零，最多都係2億出嚟嘅話咧，如果個成交金額都仲係有成百幾億嘅話咧，咁其實呢啲嘅托價咧理論上咧都係托唔住嘅。咁所以咧而家咪繼續跌落去咯。嗱，
所以我就喺呢個第1843集 B，即係喺呢個1月18日咧，就再拍到另一集咧，就話小米嗰個市值咧就係不斷咁蒸發，因為咧喺呢個12月8日之後咧，其實個股價都冇好到嘅，係一路咧都係向下跌嘅。好啦，咁啊跌成點嘅樣咧？嗱，跌到咧小米啊、雷軍啦，終於忍唔住啦，所以咧呢個小米喺今日星期五咧開始實施咗一個叫做自動股份回購計劃，咁啊回購最多咧諗住攞25億出嚟，嗱。咁佢喺香港噶嘛，所以我當呢25億咧就應該係港幣啦，應該唔會係人民幣啦啩，係咪？咁啊最多咧就攞25億出嚟咧就係回購股份，直至到2026年嘅股東大會之前咧先至會停手嘅。咁即係話呢排咧就會繼續咁樣做啦。有分析員咧就話俾我哋知，就話公司回購股份咧其實咧就有助咧係減慢呢個股價嘅跌勢，即係話咧呢個分析師咧都係睇唔好小米嗰個公司嗰個未來嘅前景嘅，所以只係話咧。股價咧，即係你回購股份咧，只係頂住，即係冇跌得咁急咯。你話唔頂嘅話咧，咁啊跌落去㗎啦，所以就會好大鑊。所以我喺度諗緊話，係佢話喺呢個2026年嘅股東大會之前就繼續回購啦。咁之後佢公佈咗業績之後，佢回唔回購咧？如果一唔回購嘅話咧，可能跌勢又會加劇喎。加上咧，除非今年咧可以交出一份好靚嘅成績表，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大領落啦。嗱，回購咧，佢話對嗰啲弱勢股嚟講咧。僅僅係屬於呢一個輔助嘅性質嚟嘅啫，咁我唔知呢一個分析員咧講緊嘅弱勢股咧，小米算唔算係啦嚇？佢話咧，所以咧就不宜啦嚇。佢話大家如果炒股嘅話咧，就唔好短線咧就搏佢咧會大反彈。佢話咁樣咧太實在咧可能係期望過高啦咁樣講。呢個分析員咧佢亦都講咗咧，小米佢話基本面咧就唔係話特別差嘅，只不過之前咧就俾人炒高咗咯。咁而家咧逐步咧就反映翻佢而家嘅現實嘅世界。同埋反映翻佢而家嘅風險嘅情況，咁所以個股價咪跌翻落嚟咯。佢話長線投資者咧，其實都可以考慮咧，由而家呢個價錢咧分批去吸納，即係話咧，如果你睇好未來嘅日子嘅話，即係小米仲有生意做啊，或者可能會做得慢慢又再好翻嘅話，佢叫你而家慢慢吸納喎。不過呢啲分析員咧，當然啦，佢出嚟講嘅時候，當然梗係要兩邊講，梗係唔可以講死一面嘅，係嘛？好啦，自從小米咧去年9月底嘅高位咧。跌到落去，而家咧已經係累積咧跌咗超過40%㗎啦。咁啊，即使咧係好頻密咁樣，即係好頻繁咁樣去回購呢啲股份咧，仍然咧係擋唔住。咁啊，即係話咧，其實可能內部嘅消息都俾人哋知道咗，就話其實佢麻麻地掂嘅啫。咁啊，公司咧而家咧受到啲咩嘅困擾咧？其實就係持續受到呢一個嘅記憶體短缺啊，兼且仲要加價添。咁啊，令到呢個成本又要上升啦，拖累呢一個利潤嘅。咁啊，最近亦都有傳出咧，就話出貨量咧可能會調低咧大概20%左右。咁啊，而且咧就係嗰啲叫做比較低價啲嘅手機咧。係會減少啲嘅，咁點解？因為低價嘅手機咧，原則上都係對住一啲比較低，即係嗰啲低收入嘅人士啦。咁如果你因為呢記憶體個成本增加嘅話，你將啲低價嘅手機嗰個價格再調升嘅話咧，咁你即係叫嗰啲窮嘅人咧唔好買嘅啫，或者推遲呢一個換機計劃嘅話，咁你咪做死得快啲，係咪？咁所以咧佢有機會嗱，而家傳聞咁傳嘅咋，未證實到嘅咋，我哋咧都係等呢一個阿雷軍咧自己親自出嚟咧解話俾大家聽，到底佢嗰個手機咧會唔會 cut 緊啲嗰個生產量？咁如果 cut 咗啲生產量嘅話咧，無形中即係話俾我聽咧，佢連出售量咧都可能會減少喎。咁如果減少嘅話咧，未來日子裏邊，咁你話啦，你嗰個業績點可以睇得好咧？係咪？好，仲有一個問題啦。嗱，雷軍咧今日亦都咧係轉發咗小米汽車嗰個情況出嚟，佢話新一代嘅 SU7 啊，咁咧喺呢一個安全性方面咧係會再繼續提升嘅，咁啊好似講得好好咁樣。嗱，因為咧我唔識呢啲電動車裏邊嗰啲。佢講得好專業嘅嘢，我唔識聽啊。總之佢就係話咧，會提升嗰個安全嘅性能。咁啊，因為最近我啱啱先講啦，喺片頭就話佢都發生咗2單事故。不過佢就話車上嘅儀器咧，就代表車上咧嗰個行速嘅時候係冇問題嘅。只不過而家繼續深入研究咧，到底點解會發生呢個事故嘅啫。好啦，咁啊呢個就係汽車啦，希望嘅汽車做得好啦，做得唔好咧，咁佢又麻鬼煩咯。另外啦，蘋果咧 iPhone 重奪咗中國市場嘅主導地位啦。咁呢一個係咩信息咧？即係顯示到咧，就係受惠於 iPhone 17系列咧個需求嘅帶動啊，令到蘋果喺中國嘅市場嘅出貨量咧喺2025
年嘅第四季咧，按年增加咗28%。咁啊，所以估計咧，蘋果手機咧佔中國市場咧個出貨量咧大概係1/5，即係2成咯，係咪？咁啊，即係平分春色啦。嗱，但係蘋果佢嗰個銷售量多咗，咁即係代表啲咩咧？佢話銷售量多咗咧，其實就係可能喺呢個華為同埋小米身上咧係搶翻啲客翻嚟嘅，所以咧就令到華為同小米咧出貨量咧係下滑咗。咁啊即係咧大家競爭之下咧，小米係俾人搶咗啲客啦。咁華為同小米咧出貨量咧，因為最近嚟睇咧都話出現咗係雙位數字嘅下跌啦，即係百分比啊 percentage。所以整體而言嘅話咧，中國嘅出貨量咧其實已經係跌咗㗎啦，不過跌嘅幅度就唔算多嘅，即係話成年咧可能咧就係大概1.6%，即係少咗啊！即係嗰個手機出貨量，咁手機出貨量少咗1.6%嘅話，而呢一個 iPhone喺中國嘅銷售量就增加咗28%，第四季嘅話，咁即係無形中其他嘅競爭對手咧都因為咁樣而減少咗出貨量同埋呢個銷售量嘅，咁對呢個小米、華為梗係唔好啦。咁不過華為冇上市，咁啊唔理佢啦，係咪先？但係小米上市，咁小米就麻煩好多咯。嗱，小米咧手頭上嘅現金咧，因為佢喺2025年有集資過啊嘛，咁而家仲有985億，睇落去仲有好多，好似仲有好多銀紙。好多嘅銀彈可以慢慢守住，但係其實唔係好守得住㗎，所以咧。其實小米咧，佢仲擁有另一間公司嘅12.25%嘅股權，呢一間公司就係叫做金山雲啦。咁啊，如果真係將呢12.25%嘅股權咧套現咗賣出去嘅話咧，而家市值嚟計嘅話咧就要35億咯。不過如果你一次過賣晒嘅話咧，肯定收唔到呢筆數啦，所以仲要打個折頭嘅話咧，我諗32億、30億左右啦。咁即係你都要俾翻個 discount 人哋㗎嘛。咁睇下會唔會攞到啲錢翻嚟咧，繼續頂住啦。而家嚟睇嘅話咧，左右夾攻，手機又唔係好掂，汽車方面咧競爭更加大啦。如果遲啲啊，突然間中國政府突然間話唔再補貼啊，咁呢一個消息出現嘅話咧，咁小米咧又會首當其衝㗎啦。不過唔係淨係佢嘅，因為咧一講起上嚟嘅話咧，就個個都咁大鑊㗎啦。好啦，咁啊今日嘅小米咧個股價就因為隨住個大市上升啦，咁啊兼且咧佢就話會攞25億出嚟咧係托住個股價，所以今日咧就升咗2.8%，咁啊好些少就去到咧就36個2毫四啦。咁其實咧早一兩日咧我曾經見過佢咧跌到落去好似35蚊都跌穿埋啊，哇嚇一嚇驚一驚，咁但係而家咧叫穩住先咯。咁可以穩得幾耐嘅話，咁啊睇下呢25億咧要點樣使啦。如果佢每日攞2億出嚟嘅話咧，咁樣捱法捱唔到去農曆新年前喎。咁農曆新年之後咁點搞啊？呢啲咧咁就要雷軍自己去諗諗啦，托唔住個股價好麻煩㗎。好啦，最後咧落到嚟呢一個美股嘅部分咯喎。嗱，琴日嘅美股咧就做得幾靚啦，所以你話美股到底有冇得跌咧？其實佢而家一樣係徘徊喺高位，根本咧我就見唔到咧有啲咩嘅跌幅嘅。不過琴日咧我就做咗一單生意啊，其實做咗兩單。第一單咧就係賣出咗一小部分嘅台積電，因為咧我見佢個價錢升得好靚，咁我幾錢賣出咧？我分兩次賣出嘅，334同埋335，基本上係高位。如果大家咧琴日有一路都睇住佢嗰個股市嘅變動嘅話咧，你可以見到嘅。跟住咧去到高位之後咧，跟住就一路咧都係慢慢沉落去㗎啦。所以佢收市嘅時候咧得翻327個幾，咁啊今晚咧着兩又會升翻多些少，但係冇所謂嘅嚇。如果佢跌，咁我咧就會繼續再將琴晚賣出去嗰啲咧買翻入嚟，咁啊當係執翻餐茶飲下，咁啊冇所謂嘅。咁但係如果佢再升嘅話咧，我都唔會再賣出去㗎啦，因為咧我會等佢咧睇下會唔會再創高峰先。因為上次嘅高峰咧去到成351蚊㗎嘛，係嘛？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啊希望咧睇下喺農曆新年之前咧會唔會升到上去咁好嘅水平。如果係嘅話咧，咁我就安樂晒咯。咁啊所以琴日嘅波動咧都幾大㗎，只不過咧就係去到335蚊咧就頂榜啦。另外仲有一間公司咧或者有隻股票啦嚇，就呢個 SDOW。咁我早排咧就賣咗出去㗎嘛。咁啊琴日咧就真係大鬼喎，賣得即係買入翻，但係咧就買入咗一半，咁另外仲有一半咧就未買入，咁所以咧就調揈，咁點算咧？因為我諗住咧佢琴日咧會再跌多啲㗎嘛。我買入嗰個價錢咧就係呢個價錢啦，同呢個收市價一樣，29個半。咁我諗住咧先買半注係嘛，買翻入半注先，然後留翻個半注咧睇下佢會唔會再跌深啲，即係個股價再跌深啲嘅時候咧就攞多即係買埋餘下嗰一部分，咁加埋落平均數咪低啲咯。誰不知冇喎，跟住咧就停留咗喺度啦。咁而家點樣唔知㗎？睇下今晚
匯局大市會升定跌啦，而家講唔埋嘅。不過咧有一樣嘢就好得意嘅，嗱，耀才呢一個小金庫裏邊咧，琴日呢個甲骨文咧，我竟然唔需要喺10點半嘅時候先做買賣，我一早已經講咗啦。耀才有呢個功能幾好㗎，10點前啊，接近10點嘅時候咧，我已經收到消息咧，我嘅甲骨文咧180蚊賣得出啦，即係早開始前半個鐘頭咧，我已經賣得出㗎啦。咁賣得出幾好啊，係咪先？差唔多最高價咁滯啦。咁啊跟住落去咧，就佢收市嘅時候咧，就去翻178個幾啦。嗱，咁我琴日咧呢個小金庫賣出咗呢一個甲骨文之後，咁啲錢掉掉揈咁啊點咧？梗係要揾個地方落腳㗎，係咪先？最後咧，因為琴日咧個股市升得好啊，所以咧冇乜多餘嘅股票可以揀，最後咧都揀咗隻。不過呢一隻咧暫時而家都蝕緊錢嘅。點解？就係買咗呢隻 IBM 啦。見到佢啱啦，隻隻都升。琴日喺我 list 裏邊隻隻都升，係得呢一隻就跌得比較厲害啲，所以我就買入佢。咁我買入嘅時候幾多錢咧？295個半啊！咁佢收市嘅時候咧，當然跌穿咗啦，咁都冇計啦。原本有得升啊，升緊我可以賺3蚊嘅。如果賺3蚊我肯走嘅話咧，咁我都叫再執多餐茶飲㗎。只不過我就覺得，冇理由執咁少走㗎，係咪先？我又係衰貪心咯。咁最後咧反而賣唔出之後咧，繼續跌翻落嚟。咁所以今晚咧，希望佢好啲嘅話咧，繼續升翻上去。咁你問我會幾多錢賣出去？好簡單啫，將我嗰個價錢295個半。乘3%，即係話咧，我最少我都要攬到3%我就走啦。咁我計個條數，好似係大概係303蚊定304蚊左右，咁都好啊，係咪先？短時間講明呢一個小金庫係攞嚟短炒嘅啫嘛，所以咧就唔講感情嘅。即係唔講感情嘅。好啦，咁如果講感情嘅話咧，我啊對加拿大咧就好有感情。不過最近加拿大呢個總理咧，我就覺得佢講嘢咧就多咗嘅。點解？因為其實中國而家咧就同加拿大買石油，咁啊冇所謂嘅，係咪先？一個要一個有貨，一個想要貨，咁啊大家傾咪好咯。咁啊其實咧加拿大呢個總理卡尼咧就唔應該講太多嘢，因為咧佢講嘅嘢咧就得罪咗呢個特朗普啊。咁啊特朗普嬲起上嚟咧，就而家話咧佢啱啱成立咗呢一個叫咩和平委員會啊嘛，原本咧就叫埋加拿大嘅，咁而家咧佢話我而家唔叫加拿大啦，唔再邀請佢啦。咁呢個係新嘅聯合國嚟㗎嘛，咁你都知啦，加拿大同呢個美國本身個地緣政治就係黐埋一齊嘅，咁啊何必搞到大家咁僵咧？其實加拿大同美國咧又真係冇得打嘅，只不過就唔需要去激嬲呢一個傻佬，因為呢個傻佬係癲㗎嘛，你搞咁多嘢做咩咧？不過卡尼咧佢喺呢個論壇上邊已經講咗，警告咗，佢話嗰啲中等嘅強國，即係加拿大啊或者係歐洲嗰啲嘅細嘅有錢嘅國家，應該團結起上嚟咧，要去抵制呢啲大嘅國家，咁啊即係指緊美國咯。所以咧，特朗普聽完之後出嚟之後咧，咁啊對呢個卡尼咧就好唔客氣嘅，話俾卡尼聽咧就咩啊？加拿大可以生存到而家都係靠美國㗎。咁啊當然咁樣講法咧，一定會激嬲起好多嘅加拿大人嘅，因為我女咧最近都講咗，加拿大咧係空前咁樣嘅團結，因為咧佢哋而家咧越嚟越憎美國，應該咧唔係憎美國人，係憎呢個特朗普啫。不過都好啊，特朗普聽講而家嘅民望咧唔係咁高嘅咋，而家咧啲美國人咧越係咁安靜嘅話，越係唔出聲嘅話咧，我就反而覺得喺呢一個中期選舉，即係11月份啊，今年嘅11月份出嚟嘅中期選舉咧，就更加多戲睇啊！咁啊當然我都唔想一年咁快過去嘅，咁而家先至年初啫，咁啊都有排先至去到11月嘅。不過再醞釀多啲嘅話咧，因為特朗普所講嘅每一句説話咧，喺報章上啊，喺電視上邊你都可以見到㗎，即係唔係作出嚟㗎。咁你知啦，美國嗰啲嘅電視台啊嗰啲都會播㗎嘛。咁人民睇喺眼中嘅話咧，覺得呢一個總統係好定壞咧，由佢哋自己用中期選舉去決定。如果佢哋都仲係堅持呢個總統係冇得頂嘅，係對佢哋好嘅，咁咪繼續支持佢咯。咁呢個世界係咁樣㗎啦，我哋都冇辦法控制㗎。所以咧喺美股方面咧，都係嗰句，同樣地叫大家小心啲。就係因為小心，我先至加碼咧買呢個 Nvidia 同埋呢個台積電，因為覺得咧呢兩間公司咧喺咁惡劣嘅環境之下咧，理論上就應該冇得輸嘅。不過就算輸咧，都唔會輸得特別慘痛嘅。好，希望咧祝大家繼續投資好運。呢一集講到呢度為止，多謝晒各位。